嗱，朋友，點解啲酒廊仲未解封開放呢？你知啦，飲酒嘅人一開始呢好守規則，第一杯隔2個 meter， 第3杯縮近1個 meter， 飲咗第5杯就面對面啦。哇！進入第8杯嘅時候就攬頭攬頸，阿巴雅的，最後一人罰1000蚊。混咗成3個幾月啊，人發狂，個人會忙，每日個袋個桑，煲飯見啊空米缸，幾百蚊啊嚟津貼，直情啊止血，人人都叫冤枉。最慘係90幾日啊，頭髮長似大輪昂，髮廊叫聲墮浪，幾時玻璃波當？結交戰啊易生鏽，灰塵啊積後，訴求終於解放。嗱，好多嘅酒吧易收檔，最慘啊福氣吊花牆，仲要交租不能減價，邊個敢嚟叮當啊？歌星係最驚冇歌唱，有出啊冇入最凄涼，仲要供車夾埋供樓，卡數真手尾長，好多人屋企搞到啦又冇鹽又話冇糖，有人霸呢咁幫人去搶貨倉，今時不同往日，番薯亦要掘，人窮心境海浪。嗱，好多嘅酒吧易收檔，最慘嘅福氣吊花牆，仲要交租不能減價，邊個敢嚟叮當啊？歌星係最驚冇歌唱，有出就冇入最凄涼，仲要供車夾埋供樓，卡數真手尾長，好多人屋企搞到啦又冇鹽又話冇糖，有人霸呢咁幫人去搶貨倉，今時不同往日，番薯亦要掘，人窮心境海浪。